ko paka mamathangaay no rifong saka nanay kita Imran to namita ko tirang pakani izin salay away ko ka hinarawan numita nikorira anu tala cocok untuk kita nanay Imran to ita ko tirang akaka kau kaci ma an kita hanamako nanay malipot nuwama ikakarayan ko polong no mita hanako ko pali ayaw to suala hai anini mitsumot to kita to nana calai hawi mamisa tapang to kita hanamako masa pinangay ko soal mako haw masa pinang to kong hiya ako haw ang salay ito haw ano matira haw misa tapang to kita haw inachila ay ira kopi painin mako mi paduldo ay kako tora mina naman no mita inachila ay ayaw nuto sa alipay pakani ito mi tongci mapanah kita utongci hananay haw i urana matayalay hananay surit no mita haw matayay 我们谈到那个动词它是有行为的一个词哈。那么当然动词有大略可以我在我的语法书里面大略可以分成5种，也叫做咪动词，还有叫做妈动词，还有呢妈动词里面还有可以分成它是主动跟被动，主动的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自主动词，另外一个是被动的被动的动词，妈是被动的另外还有一个是处置动词，也就是后面都有 n 的字suritan setian baru zakayan 那个 n 后面有 n， 我们这种动词我们叫做处置动词。除了这4个以外呢，还有一些是不是咪开头的，也不是妈开头字，也不是 n 开头的字，那个我们都叫归入到那个特殊的动词里面好，那这动词那么多，我们还是一项一项的来。还好我们这个课程是到年底，所以这5种动词里面呢，我们今天还是讲那个咪动词。这个咪动词是在动词里面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动词那我如果再秀一下给大家看的话呢，我可以用这个 PPT 呢让大家看一下。上一次呢第5个单元讲到动词分为咪动词，它是主动的咪动词是主动动词有的老师说老师这个上你的课很辛苦呢，当然啦，因为过去我们从来没有学过语法，也就是阿美族的文法，我们都是在说这个语言，但是对语法呢我们都很陌生。现在一开始学语法的时候呢，有好多的名词很多的名词就要学，就好像你学英文一样他这个你学英文的时候，一开始就一大堆的名词会跟你说什么叫进行式、完成式、完成被这个过去完成、现在完成什么完成，一大堆的东西，你要先了解那个名称，你才了解这个英文。只要是你将来要当研究者或者是要当老师的，你如果不会语法的话，你就没有竞争力了所以如果你不是要当国中、高中，甚至于大学，甚至于将来是当研究者的话，你可以不要学语法书，你不要学语法。你如果只教小学的话，你会念就好了，你会讲族语就好了，你会讲族语会念。小孩子呢，小朋友他不会问你这些问题你念什么他就念什么，叫他背他就背了。但是你如果到国中、高中，他就问你这个话呢，这个到了国高中，甚至到大学，甚至到部落大学、社会大学的话呢，
你就很难满足这些学习者的需要了，因为他会问你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当老师的人就一定要学会语法啊。上一次有讲过呢，谈到动词的时候有 me 动词主动，ma 主动，有 ma 被动，还有主词动词。第5项我没有列，那个是后面要学的东西哈。好，所以呢，我就进入到我们的整个这个课程的画面啊。上一次我们这个就讲过了啊。那我现在呢那我们现在呢这4个动词里面呢，我们尽专讲 me 动词，帮大家复习一下，很快的复习，然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3、第4个句型啊。上一次有讲过了啊，这边稍微看一下，帮你们复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不是说教过以后学过呢，还在头晕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入到另外一个领域了。所以我都知道每一位老师都很希望有一些时间帮你们稍微复习一下提醒我们上一次学过的东西啊。我快速的讲啊，me 动词就是主动性的或是意志性行为的动词啊。然后呢，一般叙述句中的一般叙述在叙述一件事情，叙述 me 动词了，现在都讲 me 动词，已经没有别的动词了，现在全部都在讲 me 动词。me 动词在叙述一件事情都是通常有5类这个本来有6类了，后来想想说这个地方有写错了，本来有6类，但是后面的这个地方有一点错，我还是改过来本来有6种，但是呢后面的2种是太难了，对不起，它是有6种，但是呢其实后面的2种呢用的很少，几乎这个很少会用得到，所以呢最主要的就是这4类加 V 加 S 这个句型，这个句型只要 V 加 S 就是代表一个句子的一个形态一定要有谓语有主语。第2个是呢要有谓语有主语，后面有一个 O 就是人事物都可以。那为什么上面跟下面不一样呢？因为你用的动词不一样嘛，对不对？你用的动词不同，当然它的结构就会不同为什么上面的字没有 O 呢？没有受词，因为它叫做不及物动词。后面底下为什么有 O 呢？因为它叫做及物动词那接下来呢第3个这都上次有讲过了，这个也是动词 S， 为什么还有这2个呢？因为你用的是另外一个动词，因为不同形态的动词，所以它要有2种受词所以这个 O 都是受词，一个叫 DO 就是东西物IO 呢是人等一下会讲。最后呢第一个呢又不一样的，但是呢你用了第4种不同的动词以后，后面所使用的所说的它当然就会不一样。所以呢你要懂得句型，你才知道说这个句子是怎么来的我们再看下面的好，这里呢你会发现呢都是 VS 都有 VS， 就是它就是构成句子的基本条件。为什么有后面有尾巴会不一样呢？因为你用的动词是不一样类型的动词，所以它当然结构会使用的是不一样上一次有讲过这个不及物动词是没有宾语的，也就是说没有受词的。你看 V 加 S 就已经构成句子了主语是指主事者是行为者，就是主词 S 谓语就是叙述的语言，就是叙述主词是做什么干什么的，是什么的我们叫做谓语这个是上次都讲过了。你看像这个米夫丁嘎锅我去捕鱼米南弄果果弄牛去喝水像这里的呢我们上次有讲得很详细了。那后面不会有东西了，比如说牛喝水就喝水啦，后面还会有什么东西吗？不会所以像比如说米阿勒吉妈妈
爸爸去打猎，打猎就打猎了，还会怎么样呢？不晓得这样讲有没有说？马拉南去巴奈吃早餐，吃饭啊，吃早餐，好，就这样子。那因为用的这个字是不及物动词，所以后面不需要有任何的东西，所以这个呢，我例子我就不讲了啊，我就讲一个主要的内容就好了。好，进入到第二个动词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要动脑筋了。你用的是及物动词，后面就必须会有主语，会有宾语；动词后面会有主词，后面会有受词，宾语叫做受词。所以呢，你用的这个动词，为什么还没有 o？ 你用了它嘛，啊，好 ，V 加 S 加 O。这个宾语就是所涉及到的人事物啊。我举个例子啊，我们随便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第一个就好了，米扎该吉伊纳，这个是谓语，这个是动词。如果就到这里为止呢，你如果只用到 V 加 S 的时候，如果后面你没有加任何东西，米扎该吉伊纳这样的话呢，人家会问你买什么，那你怎么回答？你一定要给他一个受词，米扎该吉伊纳。我会问你杜马安，米扎该吉伊纳杜马安。哦，你要告诉我后面的东西，我才知道你这个说的句子是完整的，我已经知道你的意思了。好，这个呢，你用的是米扎盖这个字，就是一定是及物动词，后面就非要有名词不可，这个叫做及物动词。如果呢，我问你的妈妈在哪说马夫迭吉伊呢？如果是马夫迭这个字，它是不及物的马夫迭吉呢，我就不会问你还会有什么东西了。马夫迭吉呢啊，妈妈睡觉了就睡觉了。啊，马上那么几呢？啊，妈妈吃早餐，那这就吃早餐了。因为后面不需要东西，我不会问你什么东西，因为你把话已经说满了。但是呢，如果是你用的是这个动词，米扎盖呢？米扎盖几呢？那我还不知道妈妈要买什么。我说妈妈要买，我就会问你啊，因为我还不了解她买什么，我一定会问你，米扎盖几呢？多么安？这个两个动词这样讲，不晓得有没有发觉到说，不及物动词后面不会有东西，及物动词后面一定有东西。你如果不把东西说出来，我还不了解你，那就表示呢，你说的不是完整句，这样子，所以后面就一定要有受词。所以米扎该吉那多西那份妈妈买菜哦，我才知道你说要去买菜，对不对？啊，再看一个，这个都是讲过呢，我就再提一个啊，好，第六个来看看，米能古娃娃，好，我现在就不后面就到这里为止。米能古娃娃，孩子看，那我一定会问你看什么？所以呢，你应该用到的是及物动词米能，你想想看呢，米能古娃娃，孩子看什么？人家问你要看什么？哦，米能古娃娃读地理飞，后面读这个字，你要告诉我要看什么呢？他看电视，后面有个受格标记，后面加上名词，你就要加这个东西，整个句子我就算完整了解你的意思了。所以呢，你表现出来的句子就是已经是完整句，我就不会再问你还有什么东西我不知道的。所以呢，我们用的这个动词呢，我们叫做及物动词。所以第一个动词，它的句型是不及物，后面不会有受词。第二个动词，你用的是及物动词，后面一定会有名词，会有东西啊。你刚才呢，西那份是
物嘛，电视也是东西。我们再看一个，我不一定是，有时候是人啊，你看看呢、米利说这个字是拜访，米利说嘎哥，我说我去拜访，好，我如果只说米利说嘎哥，我去拜访，是谁呀？你一定会想你拜访谁呀？你探访谁呀？所以后面呢，人家一定会问你，米利说几马安南，你米利说东马安，这个时候你就非要后面有东西不可以。所以呢，米利说通常都是要探访，一定是探访人，不会去探访动物，或者是也有可能了啊。探访植物是不可能有了啊，所以探访后面是可能会接的是人，伊达姆安南，我来探访你们呢，我来拜访你们，所以呢，米利说嘎哥。后面少了一个东西，所以这个我们叫及物动词。这个概念呢，你一定要先理清楚，要不然你后面就会乱掉了啊。好，到这里为止呢，我要准备换一个画面了啊。这个是我们上一次都练习过了哈。好，我想在座的老师，我想了解一下，我讲到这里呢，有没有问题？就是说。第一个句型是不及物动词，第二个句型是及物动词。我讲到这里，那两个动词它是不一样的啊。讲到这里，有没有在座的老师和同学有问题？好，没有问题的，我来问一下哈，我们在座的那个老师们，我看看的画面了。从第一个，等一下我们会有很多的练习啊，会不会都没关系，但是我会告诉你啊。第一位呢，我们从我的画面上看到哈，那个我只问两个就好了啊，就说像第11题哈，因为后面我好，第11题我问一下那个王佩文王佩文老师在吗？还是员工？在。你可不可以念一下第11？米当当鸡巴奈杜福答丁。对了，中文的意思是说，巴奈在煮鱼啊。好，对，那请你告诉我那个它的结构现在是排列是怎样？米当当是主语，鸡巴奈是杜福定是宾语。那请你再说一遍，米当当是什么？米当当是主语。你巴奈是主语啦，对不起。巴奈人才是主语嘛，对不对？对，米当当是 S 是什么？动词。米当当是什么？动作。所以叫做谓语是不是动词是谓语？我们今天都是咪，有没有看到咪当当的咪？我们叫做咪动词嘛。这个咪动词是个及物动词啊，这个咪动词是谓语。所有的句子一定有一个谓语，刚好很简单的，我们今天谈的都是咪动词，咪动词就是谓语而已哈。然后呢，主的人是巴奈嘛，他就是主词，对不对？他主什么呢？是否定是宾语，所以呢，你刚才说对了，后面是宾语，就是受词啊，就是 V 加 S 后面加什么 O， 这个宾语叫 O。句型你要记起来啊，谓语是 V。你们可能刚才忘了，没有注意看我这边来，这里谓语我们今天都讲咪动词，所以这个谓语都是这个 V 就是个动词这个 V 就是动词，也叫做谓语。因为谓语有很多种啦，可能前面是不是这个您说谓语有15种谓语，今天我们只讲第一种动词。动词的又是第一个动词的动词的第一种 V 动词，所以我们说谓语呢，现在是个动词，我们全部都讲动词当谓语，所以呢，谓语就是你当当，就是主，谁主？就是这个主词，就巴奈在主什么呢？
否定是受词，所以你要想句型就是 V 加 S 加 O 哈你讲的后面的主语宾语对了，可是你把它谓语当做主词所以这个地方可以有一点乱掉，所以我重新再回头让你知道一下这个记得今天谈的都是谓语一定是 V 动词主词是做事的人宾语是有没有他的有没有后面主什么就干什么，然后呢给什么这样的。好，我们现在呢再看那个再看第10那个第二个是现在郭志奇老师也来了那第二个了。我今天这一面只讲3个就好了第一题、第11题，因为就讲过了，我是复习一下好，那个郭志奇老师，请你念一下那个，请你念一下中间的这个好，第15个会比较稍微长一点，但是呢第15个跟奇怪，我的这个可能好，第14好了，念一下第14来，请。Maura ka kutu la riu no bangza 拉还是拉？拉拉的音我都没办法弹，没有办法弹，练习弹的音要从 D 开始好，那好，这个发音的问题另外再说今天不谈发音的事来，第14的结构是什么？它的结构是什么？括号子琪，郭子琪老师，它的结构是第14个嘛，马奥拉嘎古都。老师很久没上课了，你忘记了？谓语是毛啦，对不对动词嘛，对不对？喜欢嘛？谁喜欢？我叫做什么 ？S 主词，答对了。对，然后呢，我喜欢什么？radio 对 radio 叫做什么 ？radio 是radio 是受词 O 是受的，对。好，反正这个就是答对了。那个后面为什么多努邦赞呢？是属格。答对了属格是修饰前面的名词，有没有？所以阿美族的歌，因为呢属格是修饰 radio 嘛，所以呢它是包含在 radio 里面，所以呢它就变成片语了。3个字呢 radio no bangza 叫做阿美族的歌，就这样子，它就变成1个字，但是呢它却有3个这个词在里面，所以宾语呢就是 radio no bangza 就这样子好，你讲的是正确的答案很好 OK。好，最后一位呢，那个请那个我稍微帮你们复习一下，我知道你们的认知的 OK 的话，我们就往后这个推进了王一涵老师扫码。有，请你念，好，谢谢。请你念第10来最后一个第19个。你打起上节一那一打过难。打过难吗？再看一下。第10难。好，请你说说它的意思。曼萨奈古拉双，中文是什么意思？妈妈找我。叫。妈妈在找我，在叫我。那我吗？哪里有我？他。妈妈在呼叫。字要看清楚谁在叫？你妈妈在叫
啊，你米达伊浪叫呼叫啊，呼叫，叫的是谁？你，你说对不对？你妈妈叫你哦，这样子了哈，哎，妈妈叫对你啊，这样子哈。那结构是什么呢？就是谓语是米达希桑，答对，吉伊娜是主格，答对，然后受词是迪苏瓦难，哦，伊迪索难，记伊多得哈，伊迪苏瓦难，所以你的答案是正确的啊，100分哈。V 加 S 加 O， 所以现在的 O， 哎，一个伊迪索难是叫的是人啊，米达伊浪。如果你没有把加上人的话，你就达伊浪去马南，你叫谁啊？妈妈叫谁啊？哈，所以它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一个结构啊，妈妈叫你啊。好，那现在呢，我们看一下现在这样的一个句法里面呢，我刚刚讲说第11呢是宾语，它可能是否定啊。刚才第14的呢 ，radio 啊 ，radio 是一个一般的名词。第3个宾语呢，也就受词呢是人啊，妈妈叫你啊，妈妈叫你。好，这个呢，我们都叫 O 就是不管是可能是人，可能是事，可能是物啊，人事物都有可能可以当宾语，所以我们就简单的这样的结构呢，我们叫做 V 加 S 加 O 啊。好，下一位呢，朱宇杰老师啊，朱宇杰老师在吗？麦克风开始，你可不可以自己造一个句子？我找一个句子，请你翻译哈。我爸爸买车怎么说？我爸爸买车就好了，简单一点呢。我爸爸买车。你阿早是，你阿早是我妈堵车，巴黎汀，巴黎汀。巴黎汀是车子哈，单词要多一点哈。好，米阿扎，我们秀过来叫米扎盖啊。米阿早，恒春阿妹。米阿扎啊，米阿扎跟米扎盖是一样的意思哈。米扎盖，你看第2个呢，你的主语是谁？吉娃妈。吉娃妈，然后呢，受词呢？都。巴黎汀。巴黎汀啊，好，爸爸买。巴黎汀。好，这样的情况就是正确的。你看后面呢，就是 V 加 S 加 O， 所以呢，那个 S 就是行为，那个是主事者啊，就是主角。说妈妈干什么呢？他就去买车啊。这个主角是爸爸嘛？爸爸干嘛？买。你只有讲买。爸爸去干嘛？买。如果你没有告诉我车的话，你的句子是不完整，因为买这个字呢，一定有宾语，一定要有受词。他买的是什么？是车子，那个车子叫做受词，叫宾语。可能一般老师呢对这样的句法的概念呢很头痛。以前我们只说嘛，就会说就好了，管它还是这样的句法。可是没办法，我们现在的生态就是要到学校教主语。我们原住民的生态现在是家里都不讲主语了。你相不相信？你去调查一下看看。不要说刚刚结婚的50岁的夫妻哈，都会有。你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夫妻用主语跟他的孩子讲话？可能有啦，0. 几，那个几率是非常非常的少。我是以推组织的计划主持人，我们到都会去，也到部落去。部落50岁的夫妻都不说主语了，现在，何况是在那个，
所以人家说啊，学族语最好的地方是家庭，可是现在呢，整个已经被解构了，被解掉了啊，解构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要把我们学校的孩子呢，一定要老师要把自己的语言的素养那个提升起来，教我们的孩子，就像以前的毛利族一样的，他们都快要灭族了，所以他们训练了一批老师到学校教，把孩子教会了以后，孩子呢就回到部落教自己的父母亲他们的语言毛利语，所以他们才会振兴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好像是要走这一条路了啊。所以呢，我们老师要变得很强，然后因为在学校里面教之后呢，这个而且他们教的东西是很完整的东西啊。好，你们已经复习了前面的课程哈，我现在呢要开始进入到新的课程啊。现在刚刚讲的一个动词，一个谓语就是一个动词，一个主语，一个宾语受词。好，现在开始，是不是上次讲到这里？这里有没有讲过？句型3，在座老师这个没有讲过，对不对？没有，好，谓语呢还是动词，主语呢还是 s， 但是后面不一样，跟前面的不一样。为什么会不一样呢？我先请你们想想看啊，我给你3个字。还是找你们学过的好了哈。我找3个字，第一个呢是马福迪，第2个字是呢，你们知道米苏瑞知道吗？米苏瑞是什么意思？写字。写字。好，写字啊，写。好，第3个呢，巴弗利。好，巴弗利是什么意思？给予。给 ，OK。我们如果没有学过语法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马福迪是这个这样好了刚刚我给你们一个就是马福迪，第2个字是米索利，第3个字是巴弗利，这3个字。如果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认知呢，这3个字都是动词嘛，一个给嘛，一个睡觉嘛，一个呢写字嘛，这个都是动词。其实这3个动词在我们的语法里面呢，它是3个不同的东西，因为3个不同的用法。好，你们想想看，马福迪是什么动词？是及物还是不及物？不及物。不及物动词，对不对？好，那第2个我给你们的字呢，那个给你的字是米苏利。我写字怎么说？我写名字怎么说？对不对？我写名字，米苏利卡古东安安，写的名字到时到时候再说，只要后面说我写名字，所以这个字米苏利这个字是东安安，后面只要是名字我要写字也可以，我要写这个爸爸的名字，我的名字都可以这个字。第3个字呢，巴弗利。好，你想想看，巴弗利这个字，你们造一个句子看看。给，你们我先让你们去造句，我才知道你们的那个 idea 是不是可不可以进入到这个领域啊？给这个字啊，你们请一位老师，你随便找一个句法，你告诉我一个完整的句子是给这个字，你可不可以造一个句子？下一位老师呢，吴新慧老师，你试试看，你不会没有关系，老师会教你哈。好，你造一个句子说给这个字啊，给，我看看你。好。巴弗利卡古多
Sinaver 及妈妈案，很棒啊，很棒啊！你的句子是标准的句子，因为呢，你看看啊，巴弗利啊是谓语，对不对？对，嘎过是什么？是主语，主语。对，好，第三个呢，西拿份儿，巴弗利嘎过多西拿份儿，是我送菜，一定要有对象嘛，对不对？对，所以呢，你刚才是什么？以及伊拿案还是西妈妈案？伊拿案，伊拿案，好，OK。这个呢，这个结构呢，算是可用的结构了，但是这个结构是这个，是属于这个结构。你现在讲的是这个结构，你是讲的第4个结构啊。哦，好，你已经跳过去了。但是呢，有没有老师可以用这个句子？用这个句子，好，我先跟你讲啊，大家听听看呢、你听听看我下面的句子啊，巴弗利嘎哥杜娃娃，我给小孩子都 Beyond 是什么？糖果，糖果。来，你们照看看，我就是说分送糖果给小孩子吃，满了吗？巴弗利，好，你们照一个写，把奈啊，这不要了。老师分送把奈分送糖果给小孩子，怎么说？巴弗利及巴奈杜娃娃都不一样。OK， 正确。你这个句子就是用在这个句型里面，巴弗利及巴奈都不一样，杜娃娃，对不对？OK。跟刚才前面的2个动词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用到的是巴弗利，我一定要有人给嘛，给什么呢？给人东西嘛，所以后面会有2个受词，一个是东西，一个是人，这种动词我们叫双受词的及物动词。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受语动词，也就是说，它要有2个受词在后面，不是只有一个。我们会讲，你看，巴弗利及巴奈都不一样，都娃娃，巴弗利及巴奈都娃娃都不一样。不管是 Beyond 在前面，娃娃在后面，还是娃娃在前面 ，Beyond 在后面，它都一样。所以呢，是跟人这2个可以对调，可以改成 V 加 S 加 DO 或是 IO。现在我告诉大家一个名称哈，然后这里呢 ，V 一样是谓语，是个动词 ，S 这个字呢还是主词，请记得这边 DO 是指。这边已经上面写 DO 叫做宾语啊，第一个宾语是东西，第2个宾语是人啊，对象，这个是人。我给小朋友糖果，我把糖果送给小朋友都可以了哈，糖果在前，人在后都无所谓，就是你一定会有东西给某某人啊，这种动词就跟前面的2个动词就不一样了。这样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概念啊？所以我给小朋友好，现在呢，我现在把画面再转到这里。好，巴弗利是比较简单的用法呢。现在呢，这个字也是咪开头的，咪巴拉萨是什么意思？有老师知道吗？咪巴拉萨分享，好，几巴奈呢？吉马让呢是主语，对不对？人名嘛，主词嘛。马让这个人干嘛？他分享什么东西？法纳这个字是知识或者是智慧。
马上分享智慧给谁呢？给朋友可以吗？分享智慧给他的朋友可不可以？分享智慧给他的伙伴可不可以？可以，分享智慧给他的邻居可不可以？可以，可以。所以呢，米巴拉拉这种字啊，到底有多少种？你们可以在语法书里面可以看得到，这边有蛮多的啊。你们可以在那个谈到动词啊，这个谈到动词里面啊，我们叫做是它是几那个这个动词后面有哪一些动词？这边都我看看，我是书本里面的V 加 S 加 O 的，如果有买那个阿美语语法书的老师呢，你们可以看到97页这边就有了97页啊，这里我们常用的这个双受词啊，所以呢，我在这里做一点说明啊，这个 V 我特别 T 是讲做，我特别把加一个 T， 就是在英文里面有个代号呢，叫做及物动词。它是可以后面有2个受词的一个人一个物，看起来好像很复杂，就是你要有这样的概念，就是说我们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受语动词。受语动词的意思就是说这后面有2个受词的啦有2个受词的及物动词，就这么简单啊。你就说后面一定要有2个受词，那2个受词呢，一个是人，一个是物一个是人，一个是东西。你看米巴拉达吉马让分享智慧给谁啊？你说还要有人呢？马让分享这个分享他的午餐，他分享午餐要有人啊，跟他一起分享啊，分享他的午餐给谁？他的朋友可能都可以。所以呢，你用的动词，所以你要了解那个动词的性质就很重要。如果呢我们都不分青红皂白的话呢，你如果造一个句子的时候呢，你都不晓得后面是不是要有2个受词的还是1个受词的就可以了所以呢，我再把这个代号 V 用一个 V 也可以了S 是主词，请记得 DO 是指东西DO 是指刚才有讲物嘛这边不是物吗？ DO 是东西叫做物， IO 后面是人这个是人好，再讲，我再问一下呢 V 这个 V 是个及物动词那有时候这个及物动词后面一定要有宾语才会是及物嘛，但是呢这种动词呢，像哪些动词？米巴拉萨还有很多你就看97那边就有，这个叫受语动词，就是简单白话文叫做2个受词的及物动词，就这样子2个受词的及物动词。好，马上分享法那这个字是个法那是看得到的还是看不到的，只要是东西不要是人就好了。分享他的便当，分享他的智慧，分享他的钱，分享他的衣服都可以，只要是一个名词都可以。所以既然是受词，后面要有 do， 这里那个 do 很重要，这个 do 后面还是一样，人呢也是要用 do ilang do kapot do fiao 等等好，就这么简单V 加 S 加，记得 DO 是东西， IO 是人因为我们这个讲述，你如果懂得这种符号的话，你又多人比一般的人呢又多了一些知识什么是 DO， 什么是 IO， 这个全世界都一样的你就学过一点语言学的东西好，再过来呢，这个受语动词我们一定有主词嘛，那个受词呢后面一定有受格标记，你看这2个受格标记都是 do， 特别注意到这个东西do 什么 do 什么，后面这个也是受词，这个也是受词，2个受词，那后面呢2个都是 do do 什么 do 什么
第一个都一定是有东西，另外一个都一定是人。倒过来可不可以？米巴拉拉吉马让都伊朗都法那也可以，把这两个对到也是可以的。好，解释到这里，我已经觉得我已经很啰嗦了啊，我怕你们会不清楚啊。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请看一下啊。我现在呢这样的，我们是要练习第3个练习了啊。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练习是不是好？来，我们刚刚呢，有几个同学呢，都跟老师，刚刚是谁啊？新会嘛，对不对？刚刚是吴新慧老师是吗？对，好，现在跳来呢，这个下一位是李银香老师。来，李银香老师在画面上。好，你去念一下第一题看看。第一题你就。Hai sisi di bakilas u sisi tu situ tu impit。OK， 中文。老师给学生铅笔。分送铅笔给学生，对不对？对。bakilas 就是分送了哈。对。好，这个结构是怎样？按照它的次序的，你把结构说出来看。第一个是宾语。不是。不是。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谓语。对呀，一定是谓语啊。第一个一定是谓语哈。好，第二个呢？主语。主语好。然后西度是 do， 然后什么？西度是人还是东西？不对，不是 io， 不对，然后在 impit 是 do。答对了 ，DOIO 可以，你要能够找得到，就是说，现在这个是现在你的答案是正确了，100分哈。V 加 S 加 IO 加 DO， 因为后面是东西啊，你要能够分辨它是人还是物啊哈。标准答案哈。婷宇老师，你要不要练习一下？林婷宇老师，要不要你答案一下？好，老师，谢谢。第二题哈，来。第二题，好，米巴猪猪古伊娜赌娃娃赌福定还是福令？福令哪一分？福令啊，对。好，米巴猪猪古伊娜赌娃娃赌福令。好，妈妈给小孩喂奶。OK， 好，结构是什么？米巴猪猪是谓语，古伊娜 V 哈，对 ，P 伊娜是主语 S， 对，娃娃是人 IO， 好，福令是 VO。OK， 100分哈 ，OK， 很好，很清楚哈。我们再下一位。苏贤可不可以练习一下第3题？可以。好。你爸爸恩吉妈妈读古龙读人物史。好。爸爸人物是草了哈，我们叫什么人物2种都可以哈。好，请中文的意思。爸爸喂牛吃草。OK， 结构。米巴嘎恩是谓语，吉妈妈是主语，多古隆是它是人，但是它是动物，有生命的就是跟人是一样的 ，IO 哈。然后读人物史是 DO。OK， 好 ，OK， 很好，非常好 ，OK， 好，这个100分哈。好，下一位呢，林惠美老师，第4题。林惠美老师，麦克风有吗？有听到吗？嗨，欣欣。你第4题可以练习试试看吗？
可不可以？好。啊，米巴西凡纳吉巴奈杜娃娃杜苏尔努班扎，对。嘿，然后是中文巴西凡纳，巴奈教小孩说阿美语啊，对吗？他教没有说啊，哦，他教说阿美语，他教阿美，他教孩子阿美班语。扎这边读后面的那个读苏尔努班扎，不是苏尔努邦就是阿美语，那个叫语阿美语。好，好，那个巴西凡那是那个谓语，答对。然后吉巴奈是主语 S 嘛，然后娃娃是那个 DO， 然后娃娃是 DO 吗？请问 IO 啊，对 IO， 小孩子是有生命嘛？苏尔努邦扎是没有生命嘛？对，那个娃娃是 IO， 然后读书啊努班扎这个是那个 DO。OK， 好了，100分了啊！好，就是谢谢这样。你能够把这个句法能够找出来它的基本的架构，这个都是一个很套装式的。后面会有练习是会比较曲折，就是说它会跑来跑去，你能不能找得到它啊？但是我们这个先把基本的脚步呢，基本步伐呢，先把它弄会啊，这个很重要啊。下一位呢，林智慧老师第5题好吗？练习一下。Mi beli cipanai tuawa ningra tupiang。好，巴奈给他的孩子糖果。结构。Mi beli是那个谓语 V， 吉巴奈是 S， 娃娃是 IO。不是，对，娃娃尼拉是 IO。对。Beyond 是 DO。100分哈。那这个尼拉是一个属格啦，反正是尼拉是尼伊拉是尼拉都一样，它是修饰前面的，所以修饰前面就包含在这个字里面，所以娃娃尼拉就是变成片语，就是整个都变成 do 这个字的 IO 哈，变成受格啊 ，OK 很好啊，好非常好啊，今天写的很不错啊，来高宇老师。高宇老师，现在呢，轮到你第6题，请你试试看。好，Mi panukas kaku tu susas tu isang aku。很好，念得很快，知道意思吗？我不知道 panukas 是什么意思。还书的还呐。我们南斯阿美语是 panukas 都可以 ，patigo 有的是那个 patigo 了 ，panukas 都是。如果你在台北上课的话，你3个要想办法把它记一下。你是北阿美的吗？patigo 了哈。如果你的学生如果有秀过兰怎么办呢？对啊，OK，我还书给我的朋友是 Mi panukas V kaku 是 tu susas 是 DO， tu isang aku 是 IO。100分 ，OK， 非常好哈。等一下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那你们休息一下哈。好，最后一题，第7题，请那个许心燕老师，许心燕老师在线上吗？你好，你的好，来第7题请你分析一下句法哈。Mi panupo kako tu paiso tu malalumnai。不对，最后一个字再念一遍。malalumnai。maramusai。maramulai。maramulai 知道什么意思吗？配偶吗？答对了，结婚的人呐，结婚的人，不是马拉罗麦哈，马拉罗麦是伤心的，马拉穆赖才是夫妻哈。结婚的人是指对方一对的，还是指我的另一半？马拉穆赖就是
亲人就是夫妻哈。啊，有的人叫的马拉拉莫塞，拉莫就是自己的配偶，拉莫拉过，拉莫这个字是配偶。比如说，妈妈拉莫拉过，他是我的。比如说我是男的话呢，因为我们是很公平的，没有说男女生哈。他是我的配偶是乌拉莫阿哥金拉讲，他是我的太太。但是女生讲话呢，乌拉莫阿哥金拉，但是他是我先生。所以阿美族呢，先生跟太太都叫配偶，大家不分男女啦，就是一个字。马拉木赖就变两个人了，就是两个互为配偶的马拉木赖，他们两个人是结过婚的了，这样子啊，他们是夫妻。所以叫马拉木塞啊，但是还有一个字呢，马拉拉莫就是结婚啊，马拉拉莫啊，马拉拉莫就是两个人，那个是那个是马拉拉莫，他们结婚了吗？结婚叫做马拉拉莫，那是一个动词啊。好，这一个字呢，马拉拉莫是个动词，马拉木塞是夫妻，拉莫是个配偶哈。那这个字认识吗？你班诺夫认识吗？赠礼，我给新人。赠礼啊，对，赠礼就是班诺夫就是我们不是结婚的时候都有红包了吗？送红包了。我给红包了。嗨，好，整句呢就是说我怎么样？我送礼给新人红包。这对新人红包 ，OK， 很好，这个中文是很 OK 了结构可以吗？分析一下。Mi panuvo v aku s tu baisu tio tu malamunai matramunai matramunai 哈是夫妻 ，OK， 很好，100分非常好哈 ，OK。现在刚好是8点呢，刚才我们是7点上课呢。我们还有一个句型呢，我看一下哈。等一下呢，我们等一下还有一点点，就是让你我们再过来是再下来没有关系，我们慢慢来把它们学通，这是比较重要的。我们休息一下我先把这个画面先打开来，让你们呢稍微。看一下，待会儿呢，看能不能分辨这个句子里面句子有什么样的差异只讲差异因为我们学过第一个、第二个现在呢学到第3个，那我们现在这里这个比较就是跳过我们刚刚学过的呢基本的步伐然后现在呢比较的时候呢。你要回溯到前面跟现在刚刚学过的东西，你要跟他们做比较，所以我先摆着我们休息10分钟，待会儿8点10分的时候，我们回到线上来哈。米娜弄好给他，